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嘉浩学习汉语的夜读节目，我是嘉浩，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共读今晚的夜读。520节日已经过去了，我不知道你是否遇见了你喜欢的人，或者对的那个人。但无论怎样，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篇文章，名字叫做《对的人》。我们一起来听。遇见对的人是什么感觉？因为有了他，你身上突然有了力量，即便前方的路上荆棘众生，你也敢于披荆斩棘，一往无前。千山万水挡在眼前，你也敢去翻越。因为有了他，你开始热爱这个世界，世界在你眼中橘子辉煌，玻璃清浪。因为有了他，你开始憧憬未来。一想到今后有他的陪伴，便对余生充满了期待。他既是你的暖热，也是你的铠甲。在他前面，你可以缺下伪装和预备，做回自己。无论你是屈强的还是胆怯的，是优秀的还是普通的，是闪闪发光的还是狼狈不堪的，只要是真实的你，他都满心欢喜。他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像谁，有多漂亮、勇敢、坚强或者完美，他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。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，不管你曾经怎样拥有又怎样失去，他的出现会饶平你的创伤，填满你的遗憾，让你放下对过往的介怀，让你原谅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。他会捡起人群中七零八落的你，把你妥善安放，免你惊，免你苦，免你四下流离，免你无枝可依。你的过去他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他秉陪到底。就像张爱玲说过的那段话，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，一切只是刚刚好。别问为什么，因为你值得。你这么善良、温柔、勇敢、独立、坚强，你值得这个世间所有的美好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读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使其他学习汉语的朋友们一起来学习汉语。今晚跟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